罗农海顺嘅私人土地项本人偷采沙沙，20年来留下来8座府邸，每本年200万多废弃物，影响到规个高平地区嘅水质水量，尤其会影响到太高雄地区大家食的水。研究以来，当地嘅居民同环保团体因同高频量嘅地方政府反映也遭问题，不过政府希望无人无理哦。记者嘅多系上早政府安置店面医保嘅新国天然金钟特别成功也洗澡村嘅附近，为受到事故土地同水源，而能六日天会起出来同头摆在权家下嘅退货过滤颜色拿来用，只能依照罗农海过滤纯属对。想要用实际行动得到政府相关单位的重视，强下事故罗农海。然後到玉山的羅農海，來到嘅太湖山腳下，打出嚟一定法例平原，行過貴州嘅地下水，提供嘅太高雄地區重要嘅工業，行過民生嘅用水。因为老龙溪是高屏溪的现在目前对非常重要的支流之一，它对地下水的补助以及这一条河川的地面水攸关了整个高屏溪流域里面的一些的县市。羅農海係那係太高雄地區280萬人是水嘅水源頭，長期以來沙冰等污染嘅危機。一直到今，政府都冇正經答過。现在各位在我身后这个在地位上属于高雄市的地界，也就是30年前的第一位就是大峡谷的位置所在地。这个面积大概有4公顷多。第一次包括于县长在任时候，也在这边也带各官员空招都来，这轰动一时。大峡谷呢，是在民国84年那个时候，政府河川整个禁采以后，因为那个时候砂石也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人就是说把自己的农地给它挖了把它卖掉，因为它那个可以说是利润太好。比如讲说他买了1公顷的土地，以1000万来讲的话，挖起来大概有3000万。是因为那个时候砂石短缺，这个是一个，当然就是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大峡谷，这个政府要负80%的责任。一個係8甲3，一個係5甲，蒙線呢就唔知啊有一道甲嘅。8甲3行過5甲，唔係一個名嘅，係一個面積，一條湖唔係天然嘅。喺沙沙本人頭筆就高後，留下來像比同樣嘅人工湖，當天人就拿講也係太峽谷。當時我也搞不清楚政府為什麼不用這個違反區域計劃法，所以才會造成這樣子的狀況啊。如果剛開始挖的時候，政府都有一套管理的辦法，怎麼可能有那麼多的峽谷出現呢？你想想看，可以一下子挖了5公頃、8公頃，又不是瞎子，怎麼可能說會抓不到呢？事實上，這些盜採砂石坑分布在不僅是在屏東縣，在高雄市也有佔得非常大的比例。但是因為這個地區比較偏離這個高雄市都會區裡面，所以說政府官員以及這個水資源開發跟利用的這些單位裡面比較不是那麼重視。因為這裡是沖積扇所以它的這個地下水位非常的深。那個所謂的那個砂石坑有的好幾公頃，然後整個深度可以挖到30公尺深你可以，所以後來人家稱這個東西為大峽谷。睇下沉洞洞嘅水底下，唔乃位地本人多嘅物嘅喏，係廢棄嘅泥窟，人家唔會嘅粗架硬貨，還係有土嘅垃圾喏。目前其實我們所發現的被盜垃圾的是少數，到所謂的營建廢棄土石方的是多數。比如說到那些磚頭啦，到那些什麼混凝土塊啦，那些是很多，但是那個東西不在目前的廢棄物的管理的範圍之內。按他嘅環境議題，是因為一個地方分做係屏東縣，韓國高雄市政府來管，
又係較無人倒去嘅所在，民眾無看到，故所無感覺。第二相關單位對一條巷、一條佛嘛強烈關聽，無進一步嘅解決方案。你看，我們30年後又再來談這個問題。哦，這個是高雄市所列管的幾任的縣長、市長。哦，其實到這樣，目前可以看，還是一樣，樹木雜生，水還是水，危險地帶還是危險地帶，安全維護上還是存在。經過了30年。我們扮演的角色就是現在發現廢棄物，那發現廢棄物就要求目前的地主、目前的行為人就是要清掉，但是這個僅止於個別的一個坑洞。一開始入閘頭日6起項嘅沙沙嘅時節，政府就講係私人嘅土地無權利干涉，也下羅農係愛錢呢。頭日沙沙嘅入閘座位留下來嘅佛就變做係片片嘅垃圾箱，環保單位搶點點嘅等人來檢舉，再過來開罰單。講到安樣嘅解決辦法是有，講嘅又冇人愛做，真正愛做又假假頭。辦法喺各個公家單位滴來滴去，滴唔出乜嘅結果。我們是上水源，下水源280萬的居民吃這邊的地下水，下局都是供應大高雄工業民生用品。你沒有必要、沒有責任來維護這一塊，沒有必要來幫助這一帶的居民，幫助怎麼來護這個水源，然後一些建議上的幫助，我在這邊可以鄭重都沒有。清掉了，回到一個源頭，就它還是洞啊。這個問題還是一直沒有辦法解決啊！要作為就是說恢復原狀，就比如說恢復農業使用，所以主政單位就變成是農業局。這個源頭要出來，整個問題才有可能解決。這一片如果要作為滯洪池，那水利單位就要出來。我用地嘅單位冇相同，國內單位嘛冇相同，政府各做各嘅分開來做，工人搶負責工人呢。唔過，最沙沙嘅拖拉機，日日喺總嘅順風，過上過下，時時湧成噴田，路順嘅樹葉尾湧成大灰，頭氣唔得，人馬洶湧，安尼問題三無一嘅負責嘅單位。滚滚沙城這個已經是有砂石場樹立之後將近40年，當時砂石車它是活動式的載料。經過社區的村子的周邊，引起這個剛才各位看到那個粉塵弄起來，這會飄到村子裡嗎？會飄到村子，跟農作物都受損。可是像你說有40年了，你們也都沒有什麼反應啊？我們反應，但是砂石業者反應之後，他們會做處理，就是只灑水。像40年了，你們已經忍了40年了啊，那就再忍下去就好了。啊，怎麼忍呢？我們官方也跟官方，像環保局這個，你說歸環保局嗎？他是管砂石車出入的門口附近，它的周邊。40多年來嘅湧成噴田，30多年來同一條巷一條佛，喺到兩隔壁嘅店面嘅4個鐘頭，唔係則個月呢，84年嘅時間，總係好嘅人，大家爭公道同。其他而來整純屬對，而其他來保護，雖然行過地圖。真的4個月的時間，它不是很長，也不是很短。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的時間，風風雨雨，很多聲音。為什麼我們今天這個時間才成立？因為我們遇到了太多問題，太多的聲音，我們沒有辦法去成立。今天我們主要目的是我們就是辦這個荖濃溪國雷巡守隊，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我們來台灣這邊55週年慶這樣子哈。這邊嘅初五係嚟睇你咧，嚟到台灣，本政府按指提行動理講，行過高雄美濃嘅台北故居，今日再過接合起來，成立嘅荖濃溪國雷巡守隊。我覺得真的很棒，你知道嗎？我們預備的這個，我們心情多開心。我們只有
10几个、20几个团，这几个人我们互相分工合作去做，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工作去做。然后我们也开始在巡守了，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副水源嘛，最主要是副水源。店面是个总头向下保护水源的行通，总算引起的屏东县政府韩国水利署的注意。希望巡守队的协助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也透过申请跟环保署申请，我们有几个监视的系统，会再更多的补充，然后透过民间跟公部门公司协力，我们希望把这种继续有这种污染的这个行为能够防止来杜绝。那高屏溪南河堰目前供应大高雄地区70%到75%的水量，也就是大高雄地区每天要160万吨的水，那我们高屏溪南河堰每天供应100到110万吨，所以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这边的如果说水质水量保育的好的话，连带的就让我们高屏溪南河堰整个供水得到确保。实质面上可以提供像巡守队哪些协助？那我们在局里面有一个公益支出的这一个款项，大概有多少？大概一次活动的话，我们大概是有大概额度大概是2万块。那一个巡守队应该是以活动来讲的话，它可以办理它还可以跟我们申请3次的。巡守队的成立，保障的罗龙海的水源头，得到最大好处的就是太高雄地区。所以说，这个老龙溪畔巡守队的成立，更积极的宣示我们对于源头的保护。那源头的保护，当然对后端的产业发展里面是有它的这个利基存在。那最大的利基就让这些产业在水的成本里面能够降低。不过，对巡守队的成立，高雄市环保局强讲，请欢喜看到今年按来做。其实我们这里像1999这些都有管道立刻会回到我们环保局。那另外的就是说，巡守队这边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环保局的稽查科这边联络。那他们如果有一些窗口，我也可以请同仁这边跟他们的那个窗口来做联系。屏东县政府还那积极的提出百里比同的计划。我用一下现有的亚条巷、亚条幅拿出来好好利用，将危机变作转机。这种沙石坑能不能像大潮州人工湖一样，就变成所谓的补助湖，然后也可以兼顾所谓的这个水土的这个富裕，然后又可以来补助水，然后产生所谓浮流水、下游的浮流水，甚至于说它还可以让这个地方的环境做更好的营造哈，多元的利用。国力团结，国力团结，国力团结，好，出啊！无限的几年咧，成立台北过后，顺序的时间到位，10年还是要拿出精神来，舒服加盐。应该是从河床，这个不是我们这边的。它的石头都还扁扁的。对啊，这个不是我们这边。应该是水下游的。临暗，我们停电巡守队去老啊，才发现2年前还石头意外的石工地，一下才升高了1点多。之前跟我们那个大队长有来过这块地拍摄，然后才经过快2个月的时间，就变成这样。到底？当时听说是要养虾子啦，现在他是为了要养虾子去筹备这块地还是怎么样，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所以整个地貌变化快到会不会让人家吓一跳啊？你都吓一跳了，我们会不会吓一跳？这个行到河北，又有让我一的发现。来源就一看就可以知道了，永丰岩，那个他们留下自己的证据。你看，从鸟松的垃圾拿来我们这边倒，跨区。对啊，我们在帮高雄市保护水源，结果他们来污染他们的水源。这个是拖电缆，电缆的电线皮耶。停电巡守队行1年，
因内侬做得看到一袋一袋，本地无就去外地来嘅垃圾。村民讲，成立一个巡守队，想法真简单，就是想要起打来保护水源救子孙。天时转凉诶，富莲子嘛变做为金黄色诶。八角山的水面上，看那过去，规片的拢是长悠悠的布袋莲。撩出色的花就开在当风，就亲像黄纹色下的春风又绿、公然安的画面。迄阵没看到顺风的垃圾袋，就像是笔脚扫出来用的，嘛个垃圾拢本人看出。桃园很多的这个碑堂哈，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以后也会在这个地方看到那么多的碑堂哈，如果碑堂都有了，鸟类就会来了。然后很多多元的生物也都会来了哈。那在这边就会变成一个从非常恶劣的环境变成一个生态丰富的这个地区。计划都一定好，不过等了30-40年的居民，还有一多条命好等哦。